大家好，我係 Echo Chamber 嘅 Vivian， 好開心緣分安排我哋相遇。今日係公歷2025年10月18日，星期六，亦都係農曆嘅8月27。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開日，顧名思義就係充滿生機同埋開始嘅好日子，成個氣場都非常正面，充滿活力，好似有一扇順利之門為我哋打開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將今日嘅宇宙信息逐一解讀，睇下點樣可以好好利用呢份能量。首先，我哋嚟關心一下今日唔同生肖朋友嘅運程。今日需要特別留神嘅係屬款嘅朋友，因為今日金木相沖，能量上會比較動盪，可能會令你外出時要特別小心意外。同身邊嘅人相處亦都容易有啲小摩擦或者口角，尤其係1974年甲寅年出世嘅虎朋友，感受可能會比較明顯。不過唔使擔心，我哋總有方法去調和。你可以試下佩戴鼠形或者龍形嘅飾物，利用三合嘅力量去化解。衣着方面，可以選擇黑色或者藍色系嘅衫，用水嘅溫柔去緩和金木之間嘅緊張關係。記住，凡事以和為貴，就唔會有太大問題。有朋友仔要小心啲，亦都有幸運嘅朋友仔要好好把握機會啦。今日嘅幸運主角就係屬蛇嘅朋友，你哋喺人緣、合作同感情方面運勢特別好，不妨主動啲約埋朋友聚會，或者同屋企人享受一下溫馨嘅時光，可以令感情升溫。如果今日要傾生意，亦都會特別順利，事半功倍㗎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講下一個好實用嘅生活小貼士。關於今日嘅幸運方位，如果想增強財運，例如打下麻雀或者傾生意，可以多啲向住正東方嘅位置活動；而如果想增進人緣同埋感情運，例如去約會或者見客，就可以考慮去西北方行下，或者喺屋企嘅西北方多啲停留。除咗方位，掌握時間嘅節奏都好重要。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日有邊啲機會之窗，同埋需要靜心嘅休息時段。首先係早上辰時，即係7點到9點，好適合同一家人食個靚早餐，或者開始一個短途旅行，為愉快嘅一日揭開序幕。跟住嘅巳時9點到11點係今日嘅黃金時段，最適合相互開市、傾生意、簽合約或者進行重要約會，要好好把握。到咗夜晚嘅子時11點到凌晨1點，世界靜落嚟，正好適合我哋靜心思考，為未來一周做好規劃，或者同伴侶談談心，分享彼此嘅感受。至於溫馨提示方面，凌晨嘅寅時，即係3點到5點，係今日嘅相沖時辰。如果未瞓，都盡量避免做重要決定，好好休息就最好。另外就係亥時，夜晚9點到11點，呢段時間容易有口舌是非，同人溝通要多加忍讓，避免喺呢個時候同人爭論。將心靜落嚟，聽下音樂，睇下書會更好。我哋每日嘅運程其實都受到天上星辰嘅祝福同提醒。我哋嚟解讀下今日嘅星辰啟示。今日有2粒好靚嘅吉星照住我哋，第一粒係武昌，佢寓意生生不息，所以特別有利於開業、投資或者開始一個新計劃。佢會好似一位溫柔嘅母親咁滋養住你嘅開始。第二級係天恩，代表我哋今日好容易得到上天嘅眷顧同貴人嘅扶持，做事會比較順利，事半功倍。同時亦有2粒星提點我哋，第一粒係往忙，佢提醒我哋今日唔太適合遠行或者探病問數。呢個係宇宙提醒我哋要好好保護自己嘅能量，避免去一啲氣場比較複雜嘅地方。第2粒係喊詞，佢主管人際關係中嘅微妙情感，提醒有伴侶嘅朋友，今日言行要特別注意，避免不必要嘅誤會，用坦誠同溫柔去溝通。最後，我哋用一個簡單嘅行動手冊，總結一下今日最適合做同埋最好避免做嘅事。今日係開日，最適合就係做啲喜慶同埋開創性嘅事，例如結婚訂婚、新店開張、出外旅遊、拜神祈福，甚至係搬入新屋，都可以為你帶嚟新氣象。但係由於開日主生機，所以就唔適合處理白事，例如安葬或者動土起陰宅。另外，打官司呢類帶有對抗性嘅事，今日亦都最好避免，以免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總括嚟講，今日係一個充滿活力同機會嘅星期六，記住待人接物圓融啲，多啲笑容，就可以好好利用呢份好運氣。希望呢份詳細嘅解讀可以幫到你將今日過得更安然，
更有方向。記住，我哋了解運程係為咗更好地掌握自己嘅人生。祝你今日順心順意，平安喜樂。聽日我哋準時再見。